气象的消息来看，钓仔草即马又搁正做是风台有计会对中国迄边架过去，也毋过即马受到这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，气象署是来发布大雨特报。早起这中南部部分地区呢已经咧落大水雨啊，而且这雨愈换会愈大，有计是会落到8月初3。专家也来提醒这高雄甲屏东，着爱注意防灾。 小区积水，管道来到水道，有台积电家己厂员工伫宣布停班停课之前，已经来到公司翕到淹水状况。有网友伫留言区表示，厂区伫早起5点外就开始淹水啊，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，嘉南地区强降雨无停。24点钟来嘉义县太保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，埔子落草水上还有台南的后壁雨量也超过360毫米，云林县水林乡累积雨量也突破310毫米。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，提醒云林以南嘉南地区也严防大水雨。明显的西南气流的影响，我们提醒从今天的晚上开始，一直到周3的这段期间，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南部的地区，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。原本已经降入做热带性低气压的低在草风台，第27暗8点，佮重新恢复到风台强度。天气卫生署指出，随风台往中国刷动的过程，会引进西南气流，为这方面带来激烈的雨势。回顾顶一个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了后，结果佮中正恢复做风台，居然是2021年的罗比风台。台湾也同款受低压大西南气流影响，全台连续10日落雨。 上次那个卢比台风，它在这个东海这边复合成台风之后，它有引进的西南气流，那导致我们西南部呢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的状况。那么这次的竹节草台风也在差不多的位置，那预料呢也是会有引进这个比较强烈的西南风跟西南气流。雨区部分的话，首当其冲的是这个高雄跟屏东地区。罗比风台迄当时创下风台中雨量排名第2的极端降雨事件。迄当时马祖北港乡金碧村边坡放弃是当地2年来上严重的灾害。新中港河乡也发生强降雨量和大石头连落来，真危险。随着在草风台将带动西南气流影响，气象署宣布启动激烈大水雨作业预报。有高中南部地区落雨会继续到8月初3，爱严防电力降雨造成灾害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